講起香港娛樂圈嘅黃金年代，80、90年代真係人才輩出。打開電視機，翡翠台、亞視台輪流轉，日日都有好戲睇。嗰陣時 TVB 同亞視鬥到你死我活，街頭巷尾人人都講緊邊套劇邊個角色。但係時代不斷變化，有啲曾經紅到發紫嘅演員，而家一係淡出咗娛樂圈，一係轉行揾第二春。佢哋有啲人做保險經紀，有啲人炒股票炒樓，有啲人開餐廳賣珠寶，有啲人甚至去咗街頭擺檔賣醬料。每一個背後都有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轉折。有啲人轉行後仲好成功，有啲人就真係要為咗生活而奔波。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11位昔日巨星而家過緊咩樣嘅生活。7. 江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如果要喺 TVB 選一個最適合演帝王嘅男演員，答案一定係江華。呢個男人真係承包晒嗰個年代所有嘅帝王角色，由唐三藏到乾隆、唐玄宗、雍正、項羽，佢幾乎演晒所有嘅皇帝，俾人封為 TVB 御用皇帝同埋古裝王子。江華原名陳木華，1961年出生喺香港九龍東頭村。8歲嗰年老豆過身，屋企好窮，靠舅父即係喜劇演員伊雷幫襯先至揾到食。細個嗰陣，佢成日要幫媽媽做嘢賺錢，放學之後去工廠執紙皮，執到手都損晒。1985年，佢參加亞視藝員訓練班，同黎明、張敏同屆。1990年，憑電影《但願人長久》攞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嗰年佢29歲，事業先至啱啱起步。喺亞視嗰陣，佢同呂頌賢、萬綺雯、伍詠薇俾人叫做雙生雙旦。1994年，佢一個人包晒黃金時段雙線劇集男主角，嗰個時段俾人叫做江華台，可想而知佢有幾紅。1995年，我何春天有個約會入面嗰個風流樂師沈家豪一角，令佢正式走紅，個個都記得佢嗰種風流倜儻嘅味道。1996年轉投 TVB 之後，江華迎嚟事業最巔峰嘅時期。《西遊記》入面嘅唐三藏創下44點收視紀錄，成為當年 TVB 收視冠軍。全香港有接近300萬人同時睇緊佢演戲。2003年《九五至尊》入面嘅雍正更加攞到46點高收視，佢都憑住呢個角色攞到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尋秦記》、楚漢驕雄呢啲經典作品，而家重播都仲有人睇。嗰陣時江華真係紅到發紫，走到邊都有人認得佢，成日俾人叫喂，皇帝嚟啦。但係就喺事業最紅嗰陣，江華嘅身體開始出問題。2005年因為長期勞損導致腰椎間盤突出，嗰種痛楚折磨咗佢足足3年。佢試過痛到喺地下打滾，冇辦法喐，試過半夜痛醒，成晚都瞓唔到。去醫院檢查，醫生話佢嘅腰椎已經嚴重磨損，可能要做手術。2006年更加患上抑鬱症，成日覺得好絕望，睇咩都覺得冇意思。有次佢企喺海邊，諗住跳落去算啦，但係最後都冇跳。佢由信佛改信基督教，靠信仰先至撐得落去。2006年拍完《紅福女》之後，佢逐漸淡出，好少再拍劇。2015年，江華正式轉行做保險經紀人，加入英國保誠，同朋友喺觀塘創立公司。但係得1年幾佢就退出，坦言個性唔係好適合處理人事問題。做保險要成日同人傾偈，要識得講好話，但係江華嘅性格比較直，唔識得轉彎抹角，結果做唔落去。呢段期間，佢同老婆麥潔文賣咗元朗同北角2間屋，生活一度好拮據。老婆麥潔文係1980年代出名嘅歌手，為咗養家，開始喺尖沙咀開班教唱歌，一家人嘅生活擔子落晒喺佢身上。2021年12月，60歲嘅江華正式宣布復出。2022年1月，佢開抖音直播帶貨，頭一次開播就有成1萬個網友湧入直播間，證明佢嘅影響力仲喺度。好多網友留言話：喂，皇帝做直播啦，終於見返你啦！
佢喺直播入面同網友傾偈，好似老朋友咁，好親切。2024年12月，佢現身太太演唱會，雖然外貌變化好大，光頭、皺紋明顯，身形消瘦，但係佢否認生病，話只係單純瘦咗。而家江華同麥潔文嘅婚姻已經維持超過32年，育有一仔一女。雖然1995年曾經同鄧萃雯傳出婚外情轟動全城，但係江華最終選擇返屋企，麥潔文都原諒咗佢。嗰次風波之後，江華公開向老婆道歉，喺記者會上面喊住話：對唔住，我錯啦。9. 吳慧樂。吳慧樂係前亞視簽約演員同主持人，雖然從影多年事業始終不溫不火，但係佢為養家糊口轉行巴士司機嘅故事，卻感動咗無數網友。吳慧樂大概1982年出世，喺亞視出演過多部電視劇，同時兼任多個節目主持人。亞視倒閉之後，佢成為自由身，轉做婚禮司儀、活動主持，收入尚可。嗰陣佢做司儀做得幾好，一場婚禮司儀費大概幾千蚊，一個月可以做10幾場，收入都算唔錯。但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所有人員密集活動取消，司儀工作完全停滯。吳慧樂已婚，育有4個孩子，最細嗰個係龍鳳胎。屋企開支大，但係完全冇收入，呢種壓力真係好大。佢試過喺屋企坐住發呆，諗緊點算，老婆見到都好擔心。喺好友馬國明嘅鼓勵之下，佢轉行做巴士司機，收入較為穩定。2020年接受訪問時，佢話冇放棄目前工作，若有機會仍會考慮復出。網友紛紛稱讚佢係真男人，能放下身段為家庭擔當。有網民留言話：呢個先至係好男人，唔係淨係識講，而係真係做到嘢。10. 黎振業。黎振業係2016年香港先生冠軍，曾經俾 TVB 力捧，事業正要起飛之際，卻因一場震驚全港嘅車廂出軌事件跌入谷底。黎振業1986年出生，曾用藝名黎柏倫、黎伯倫。2009年參加 TVB 藝員訓練班，當咗大概3年，龍套之後離開。2012年轉投 HKT5，參演警戒線、大眾情聖等。HKT5 未能開台後轉做模特。2016年佢參選香港先生奪冠，重返 TVB 成為經理人合約藝員。《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入面嘅上市公司副主席 Jackie， 是金的法官閣下入面嘅大律師鄧大智，機場特警入面嘅姜浩正等角色，讓佢逐漸嶄露頭角。嗰陣好多人都覺得佢會成為 TVB 新一代小生，但係2020年4月，正當太太懷孕8個月之際，黎振業俾傳媒拍到同合作食老喪 B 嘅女藝人朱自然喺屯門山邊車內幽會。呢單新聞一出，全城譁然。狗仔隊影到嘅相好清楚，兩個人喺車入邊擁抱接吻，完全冇遮掩。事件轟動全港，佢俾網民封為世紀賤男。TVB 隨即勒令佢休息，暫停所有演藝工作。原定參演嘅拳王、七公主俾人換角，佢足不出戶長達8個月，情緒極不穩定。有記者喺佢屋企樓下守候，但係佢一次都冇出現過。太太最終選擇原諒。2020年6月兒子出生。2024年4月，黎振業喺太太支持之下，宣布準備復出，話唔介意從基層做起，甚至可做幕後工作。佢曾經寫過溫情科幻題材劇本，但自評未達標。2025年，有網民喺啟德拍到佢疑似從事保安工作。從香港先生冠軍到疑似保安，黎振業嘅人生轉折令人唏噓。但係佢同中學相識嘅太太仍然維持婚姻，兒子已4歲，一家3口相依為命。11. 陳慧珊。講起陳慧珊呢個名，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妙手仁心入面嗰個律師江新月，或者1號皇庭入面嗰個女律師歐子強。呢一個女人真係 TVB 職業女性嘅代表，靚女，有學識，有能力，演嘅角色個個都係獨立自主嘅新時代女性。佢擁有1/4英國血統，
5歲就跟屋企人移民去美國波士頓，喺波士頓學院傳理系畢業，仲係一等學位添，識講流利英文、法文、普通話，真係人生贏家。1994年，佢跟第一任老公鍾偉明返香港，起初喺 TVB 明珠台做新聞主播同天氣報告主持，一張靚面加上專業嘅態度，好快就俾觀眾記住。1996年，監製鄧特希為眼識英雄，覺得佢唔應該淨係做主播，應該拍劇先啱，就將佢調去翡翠台演戲。點知呢一轉身就改變咗整個香港電視劇史。1997年，陳慧珊喺1號皇庭5首次演律師歐子強，個角色幹練、聰明、正義感強，一出場就震撼晒全港觀眾。跟住同年鑑證實錄入邊嘅法醫聶寶賢，更加令佢徹底爆紅。嗰套劇平均收視34點，最高去到44點，簡直係萬人空巷。之後妙手仁心系列、創世紀、衝上雲霄，套套都係收視王，套套佢都係女主角。佢演嘅角色個個都散發住知性美，唔係嗰啲花裙角色，而係有血有肉有靈魂嘅專業女性。2002年，陳慧珊憑絕世好爸同時攞到本年度我最喜愛嘅女主角同埋本年度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2個大獎，出道僅僅5年就封視後，呢個紀錄到而家都冇人打破得到。更加勁嘅係由1998到2004年，佢連續7年入選一週刊香港10大電視藝人，1999到2001年仲連續3年做榜首。嗰陣時佢真係紅到不得了，行出街萬人追捧，拍廣告接到手軟，片酬高到你唔敢想象。有次佢去商場行街，俾一班粉絲圍住，保安要出動10幾個人先至護送到佢離開。但係人生就係咁奇妙，越紅越高，處不勝寒。2004年，陳慧珊主動離開 TVB 外出發展，佢話俾人保護得太好，需要啲冒險同自由。2006年，佢喺美國秘密嫁咗俾經紀人鐘家雄，就係佢前夫鍾偉明嘅好朋友。呢段感情一直俾人講到而家。2007年生完女之後，佢就息影，好多人以為佢會就咁過住豪門少奶奶嘅生活，點知命運開咗個好大嘅玩笑。2012年，鐘家雄嘅推廣公司經營不善，法官下達破產令。一個曾經年薪1000萬嘅時候，老公突然破產，成個家嘅經濟支柱就咁冧咗。好多人以為陳慧珊會即刻返 TVB 拍劇揾快錢，點知佢做咗個出人意表嘅決定。同年考入香港大學攻讀英文教育碩士，2014年開始讀博士，2017年攞到香港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一個事後去讀博士，由演員變成教育學博士。呢個轉變真係令人好驚訝。讀博士嗰幾年，佢成日要去圖書館做研究，有時一坐就係成日。佢話好耐冇試過咁樣專心讀書。讀書期間，佢喺深圳一間青少年英語培訓機構做資深教育顧問，自己製作教育節目，開始咗教育事業。2021年7月，有網民發現佢喺深圳某教育機構任教，即刻引起轟動。好多人話，堂堂 TVB 視后淪落到去做補習老師，真係世事難料。但係陳慧珊唔覺得呢啲係淪落，佢話教育係佢嘅 passion， 佢想用自己嘅知識幫到更多學生。有學生話上陳老師嘅堂係一種享受，因為佢唔會淨係照書讀，而係會分享好多人生經驗，好多做人道理。2025年6月，佢正式受聘做某教育機構嘅首席成長賦能官兼學習發展總監，真係走出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路。而家55歲嘅陳慧珊，偶爾都會返 TVB 客串下。2023年萬千星輝演唱會上面同林保怡合唱《愛不出口》，勾起咗無數人對妙手仁心嘅回憶。2025年仲特別演出《刑偵12》，證明佢從來冇放棄過演戲。今日講到呢度，11位昔日巨星嘅故事就講完啦。有人賣魚，有人做保安，有人擺檔，有人讀到博士，有人做護士，每個人嘅命運都唔同。鎂光燈熄滅之後，
先至係真正嘅人生。